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台北的北投，有人宣称讲要出租到停车位，一个月1500块，但是出租的地点竟然是徛在门卡口的大路边，这就引发到争议咯。就有人讲，这恐惊是侵占到国有地。咱的记者实地到现场来请问到厝主，结果发现到案外案。原来这篇答文不是厝主家己写的，是厝边假因的名义乌爸母咧报鸟市啊湾。在上北市要找一位停车位，实在是真歹找。想不到有人发文章，讲要将门卡口迄位停车位租出去，而且一个月才1500块，引发到网友的讨论。有人口说讲占地为王，拢会使租人。严格这样社会介绍，嘛，互网友质疑，敢是和厝主有扣分？雕钢这座困扰。北投这一栋民宅1楼虽然是有车库，但地上并没有画上红线，因此就有人找到商机要出租门口的停车格。但实际询问屋主，他们并没有打算出租，是有人在恶意恶搞。厝主再三回讲，从来拢无打算要将停车位洗予人，是假伫社会主体厝边，雕钢计用伊的名义来发文章。现在福音真困扰，冒用屋主的名义乱刊登广告，要出租国有土地，邻居可能会涉犯刑法的伪造文书罪及诈欺罪，合并处罚可能要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并科50万元以下的罚金。实际向停管处来查证，这条道路开始属于公有地，走出去恐惊会罚罚钱。民众他不是没有不可以去实施有收取费用跟占用的行为，是违反我们停车场法的规定的。那这部分的话会裁处就是3000元到15000元的罚款。那造成原厝主的困扰，是不是该连带负起损害甲赔偿的责任？厝边因为一时起歹心想要报复，一声真正是吃酸啊吐露球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